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一句俗语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大家做伙讲一句。我是 Lisa， 今仔日要介绍的一句俗语是这句：输人毋输阵，输阵歹看面。唉 ，Lisa， 你是安怎？哪会搁咧吐大气啊？伫今仔日开班会的时阵，老师安排我后个月学校运动会去走100公尺，你嘛知影我走袂紧，见走见输，唉，就无想要参加的。我迄天请假好啊啦。你嘛莫安尼，人讲输人毋输阵，输阵歹看面呢。毋过我惊我若走最后一名，会害咱班去互人笑。无要紧啊，咱气势甲气出来，徛伫遐就已经赢一半。毋过我走了比旧咧跑较慢，要哪有气势？放心啦，我甲你训练一下，无得确你即摆会当走第一名哦。咁安呢？输人毋输阵，输阵歹看面。即句俗语的意思就是咧甲咱讲，就算咱可能无法度赢，嘛袂当放弃，爱坚持到最后。在比赛活动也是学习的时阵，咱可能能力较无好，比袂过别人。毋过重要的是咱的态度甲气势，只要认真拍拼过，就算是失败啊，大家嘛也是会为你拍扑啊，尊敬你。毋过若是你对一开始就感觉袂赢，无希望就来放弃，也是明明拼一个就有机会的代志，却因为平淡无想要做来放弃，安尼就真正见笑啊！大家会感觉你无勇气去面对挑战，嘛会失去别人对你的尊重。所以这个俗语，若是咧讲比赛，嘛是咧教咱做人做事的态度。无论面对什么困难挑战，拢莫惊输，莫惊人踢笑。只要你有勇气站出来，大家拢会看到，会尊重你，嘛会配合你。好，安尼大家应该拢有了解输人毋输阵，输阵歹看面是啥物意思啊？吼，咱最后用一句话来甲这句俗语讲出来。咱这队虽然互人看衰，但是输人毋输阵，输阵歹看面，等气魄拼一个，凡事有机会哦。今仔这句输人毋输阵，输阵歹看面，介绍互大家知。希望大家毋管做啥物代志，拢会当坚持到最后，毋通凊彩就放弃啊！我是 Lisa， 今仔影片就到这里。该我影片为嘛就起赞该分享出去，也别点完关注，朋友我一起点完，我们最终安尼可能就有上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 ，Lisa 嘛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到 follow 起一个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